係香港隨住預期壽命越嚟越長，人口老化已經係好普遍嘅現象。各位老友記，會唔會覺得行路嘅時候對腳變得越嚟越沈，好似拖住對腳金？以前拎得好輕鬆嘅嘢，好似去街市買餸袋或者日常用品，而家稍微拎下就覺得特別重。我哋成日以為肌少症嚟個名聽落去，好似係身體機能衰退到好嚴重先會出現嘅病啊，得70-80歲老人家先會有咯。從生理學客觀角度嚟講，人一旦過咗60歲嚟個節點，身體各項機能咧就會開始轉變，其中最直接嘅變化咧就係骨骼、肌肉靜靜雞流失。呢種肌肉流失唔係一日之間發生，而係一個好慢、好難察覺嘅過程。隨住年齡增長，人體合成肌肉蛋白質嘅效率慢慢跌，但係肌肉蛋白質分解嘅速度咧就反而加快。再加上平時喐動少咗，肌肉質量就會慢慢縮減。香港地勢多山多坡，加上大部分市民都係靠搭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咧成日要行斜路或者爬長樓梯。當下肢肌肉係離敵日常活動感到食力，步伐就會變到唔穩，下肢力量衰退，反應速度慢咗，令長者喺地面唔平嗰陣極易失去平衡，好容易會跌親。呢種因為年齡增長導致肌肉量減少、肌肉力量下降同埋體能表現變差嘅綜合症就定義為肌少症。不過面對呢種隨住年齡增長出現既生理衰退，絕對唔使驚。預防同埋應對方法其實好簡單直接，唔使靠複雜嘅醫療程序或者貴夾唔飽嘅藥，單靠平時食嘢做調整就做到。核心就係每日3餐入邊有意識禁食多6種特定食物。呢6種食物包辦咗人體維持同重建肌肉所需嘅關鍵營養，而且係香港各大街市都好容易買到。只要將離敵食物融入日常飲食，就已經可以減慢肌肉流失速度，幫身體補充足夠營養。第一種係雞蛋，佢係天然嘅蛋白王。從營養成分睇，肌肉主要構成成分係蛋白質。人體係修復同生出新肌肉組織嗰陣，需要持續攝取足夠蛋白質。雞蛋之所以叫天然蛋白王，係因為佢包晒人體必須嘅全部9種氨基酸，而且離敵氨基酸比例好配合人體吸收需求，價值極高。對於香港長者嚟講，消化系統功能隨年齡減弱，牙力亦都唔好。雞蛋質地好軟，無論係烚蛋定係傳統蒸水蛋，都好容易咀嚼同吞落肚，亦都好易被腸胃消化吸收。每日食適量雞蛋就可以直接幫身體提供合成肌肉纖維所需嘅優質材料。第二種係深海魚，佢嘅主要功用係補蛋白質，同時又抗發炎。隨住年齡增長，中老年人身體往往會處於一種慢性發炎狀態。呢種持續嘅內部發炎反應會增加心血管負擔，重會釋放出破壞性嘅細胞因子，直接加速肌肉蛋白質分解，令肌少症惡化。深海魚類好似香港市面常見嘅三文魚、鱘魚或者沙甸魚，含有豐富優質動物蛋白質，更重要係佢哋含有大量 Omega-3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呢種脂肪酸入咗人體之後，可以有效抑制體內發炎反應，減低慢性發炎水平，從而係根本上保護肌肉組織唔會被炎症破壞。長者平時可以多用清蒸或者少油慢煎嘅方式煮離敵深海魚，既符合本地清淡飲食習慣，又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魚肉入邊嘅抗發炎營養成分啦。第三種係豆製品，特別適合中老年人食。喺香港飲食文化入邊，豆製品好常見，好似街市買到嘅硬豆腐、鮮豆漿。
豆製品主要原料係黃豆，黃豆係植物界入邊好罕見，能夠提供完整蛋白質嘅來源。比起肉類，豆製品脂肪含量，尤其係飽和脂肪含量較低，唔含膽固醇，離樣，對需要留意心血管健康嘅中老年人嚟講係絕佳嘅蛋白質來源。此外，植物性蛋白質消化負擔比較輕，對於腸胃功能開始變弱嘅長者嚟講會溫和啲。豆製品入邊重有大豆異黃酮等植物化合物，離敵成分有助維持骨質密度，而骨骼同肌肉係互相支撐嘅系統，可以為肌肉提供更穩固嘅附着點，從而提升活動能力。第四種咧係牛奶同乳酪，建議瞓覺前一杯啱啱好。牛奶同乳酪唔單止係鈣質極佳來源，重含有豐富乳清蛋白同酪蛋白。人體肌肉修復主要係夜間深度睡眠嗰陣發生，係長達幾個鐘嘅睡眠期間，身體攞唔到外邊嘅營養。如果血液入邊氨基酸濃度跌，身體可能會分解肌肉嚟維持基本運作。瞓覺前飲一杯牛奶或者乳酪，入邊嘅酪蛋白會係胃部形成凝塊，以極慢速度被消化吸收，從而係成晚持續不斷向血液釋放氨基酸。考慮到部分香港長者可能會有乳糖不耐受嘅情況，容易有胃氣或者肚屙，乳酪就成為咗完美替代品。乳酪係發酵過程中乳糖已經被益生菌分解，唔單止容易消化，其蘊含嘅益生菌重，可以改善腸道微生態，進一步提升身體對各類營養素嘅整體吸收率。第五種關鍵食物係果仁同種子。人體係日常代謝同埋消耗能量嗰陣，會產生叫自由基嘅副產物。隨住年齡大，身體清除自由基嘅能力會跌，離敵過剩嘅自由基就會攻擊肌肉細胞內部組織，導致肌肉功能受損。果仁同種子好似合桃啊、亞麻籽同奇亞籽，含有極豐富抗氧化物質，特別係維他命 E 以及多種有益微量礦物質。離敵抗氧化劑可以中和體內自由基，係細胞層面上截斷氧化破壞過程。係香港長者可以揀買滴冇經過油炸、冇加鹽嘅純烤果仁當做日常零食，每日食一細把就能夠好有效甘為肌肉提供離層抗氧化保護屏障。第六種食物係全穀物，佢嘅作用係俾肌肉能量。如果長者平時食嘢太過依賴精製碳水化合物，例如白飯，血糖會升得好快，然後跌得好快。離氧唔單止會令身體好漏，亦會令肌肉係兩餐之間缺咗穩定嘅能量供應。全穀物好似燕麥、糙米、全麥麵食離敵，保留咗穀物嘅外麩皮同貝芽，含有豐富膳食纖維。離敵膳食纖維可以減慢碳水化合物係腸道吸收速度，令葡萄糖可以慢慢釋放到血液入邊。長者可以係每日早餐用燕麥片代替公仔麵，或者煮飯嗰陣加一定比例糙米，改善肌肉代謝狀態。總括嚟講，要係日常飲食入邊記住同食鹽離6種食物，包括天然蛋白黃雞蛋、補蛋白又抗發炎嘅深海魚、易消化又癌中老年人嘅豆製品、修復肌肉嘅牛奶乳酪、可以抗氧化嘅果仁種子，以及提供穩定能量嘅全穀物。不過單靠食係唔夠，一定要加上適量運動。營養係提供起肌肉嘅磚頭，而運動就係觸發肌肉生長嘅指令。喺香港生活環境入邊，長者可以善用社區公園嘅健體設施做簡單嘅阻力訓練，或者每日做適度急步行、打太極拳都得。適量運動可以對肌肉纖維施加機械性刺激，促使身體將食入去嘅營養轉化為真正嘅肌肉組織。當離6種食物嘅營養攝入，配合埋適量規律運動，
長者嘅肌肉力量就可以守得住。即使面對年齡增長，身體活動能力依然可以最大程度保留，從而喺生理機能同心理狀態上做到真正既唔怕老。我哋每一個人，無論年紀大定細，都有絕對嘅機會去徹底遠離肌肉流失嚟個健康威脅。嚟個正正係嚟集節目想帶俾大家最核心、最客觀嘅健康理念。健康係一世人嘅投資，只要喐翻身，幾時開始都絕對唔會遲。多謝收睇，如果覺得呢條片分析得有道理，記得撳個 like 並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